总统赖清德反制中共威胁，甲这中共当作是境外敌对势力，提出着17项的国安措施，恢复军心，引起各界关注。在今仔日呢，有75位学者做伙提出声明，因讲台湾的言论自由遭受压缩，这戒严时代思想心渣降临台湾，呼吁赖政府赶紧打动。台海情势紧张，总统赖清德反制中共威胁，提出17项国安的做法，恢复军心，并且把中共看作是境外敌对势力。最近，佫发生陆配爷爷发表武统言论，被要求离境。两方对抗一直摊开，对此有75位学者立即发表捍卫台湾民主法治甲和平安全的联合声明，批评赖政府和戒严的思想心渣降临台湾。发起人包含中央院议事陈培铁、左翼联盟秘书长黄德拔等人。陈培哲教授的话，他说赖总统与执政党应该和代表大多数民意的在野党沟通协调，不应为了维护自己政党利益，刻意挑拨台湾社会内部冲突。声明批评赖政府用民粹主义营造支持者向心力，将大陆妖魔化，打压无共意见，思想心渣已经降临台湾。政府也乱用行政裁量权，甲爷爷驱逐出境。台湾的言论自由空间互快速压缩，呼吁赖政府及时回头。我们对赖总统的把这个对岸视为敌人这个是我们觉得违宪。我们宪法不是这样讲的那而且你这样讲，不是只有台湾的人，连你的美国盟友都觉得这个东西不可思议。学者认为，真侪民众为两岸关系恶化感觉忧虑，行政院长杜英泰无做出回应。总统府是以文字回应，尊重也捍卫无共主张者的言论自由，也不鼓吹对台发动侵略战争、受分甲强迫缓刑，是对台湾自由民主国家体制挑战，也触犯着民主甲言论自由的红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